咱来参加祈祷。特别是咱感谢你，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敬拜你。阮伫即个耶稣要有苦期的中间，我要来参加想伊问的问题。阮恳求你通过阮今仔日所分享，对你所领受的利益伫阮灵性，互阮搁较知阮做你的学生。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顶礼拜吼，我有讲耶稣的头一个问题，毋是头一个问题啦，伊的真济问题中间的一个啦吼。耶稣问讲，人讲我是甚物人吼？我有讲一段不遮长，是 C.S. Lewis 讲的话吼。C.S. Lewis 伫遐主要是讲吼，伊是讲耶稣问的问题，人讲恁讲我是甚物人？我的感觉是讲，这个问题对咱做基督徒真要紧啦。C.S. Lewis 讲一个不止长，不止的，我小可讲者，互你知影。伊讲哦，耶稣毋是干那人啦，对啦，耶稣就是干那一个人啦，对吼。伊讲一寡话吼，迄实在是人讲袂出来的话啦。耶稣讲的，伊若毋是上帝吼，有可能会互看作是小人，互看甚至讲迄话是足歹的。所以 C.S. Lewis 上尾啊，伊讲吼。伊讲，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是上帝。这是伊的信仰告白。这对咱，互咱会当想的所在。我中间有讲一个，因为真侪人讲耶稣是一个真好的道德的老师。C.S. Lewis 讲，我袂当接受迄啦。伊毋是干那一个道德的老师。我有讲一个，耶稣家己嘛，无爱人讲伊是好。真好的道德的老师，我顶礼拜了，我才想着讲，我袂记甲恁讲，耶稣是伫倒位啊，讲伊无爱互人叫，讲伊是真好的老师，这是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我今仔日要报认咯。耶稣有安尼讲，伫马可第10章第17节到18节，一个故事，恁已经拢知，有一个少年人做官的人去找耶稣。伊拄着伊甲耶稣问讲，伊要安怎做才会得到永远活？伊称呼耶稣讲好的先生啊，我着爱安怎做啥？耶稣吼听到伊叫伊好的先生，耶稣马上讲，无人是好，干那上帝好那定。所以 C.S. Lewis 在讲就是讲这啦。耶稣本身嘛不爱互人讲伊是好的老师，所以这是。我顶礼拜袂记得讲的，我今仔日甲咱来报一个吼。咱今仔日要想这个问题，这嘛是耶稣问的问题。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句话吼，讲这句话吼，用这句话吼，真侪人拢伫用对耶稣这句话来讲，伊哪会问这个问题？普通人袂问这个问题，敢是？咱今仔日读马太甲咱讲吼，耶稣伫甲人讲话，伫教示人，伊的老母甲兄弟伫外口，无要入来哦，伊无入来哦，吼，叫人入去甲耶稣讲，恁老母甲恁兄弟伫外口要等你。咱来头一个想，因是安怎无爱入去？因是安怎无爱入去？我伫想一个原因是吼。我想因是要来带伊转去啦，因已经听真侪伊的代志啊，传转来吼，拢是毋是真好的消息。耶稣伫外口，甲遐看利赛人经啊去同一个，伊的老母甲兄弟拢会听到。我相信因是真挡袂牢啊吼，听到讲伊伫遮吼，要甲带转来，因无要入去，这真明的代志。是安怎无要入去？因为耶稣是一个真有争论性的人，佮伊讲话有时啊讲到迄个天赋的吼，毋知影伊是安怎会讲即个话。
当人甲耶稣讲，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伫外口，耶稣讲啥？耶稣讲，啥人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老母。咱毋通想讲，耶稣的厝里的人对耶稣真无了解。老实讲，你甲想讲，你若有一个兄弟，还是有一个囝，你要去找伊，伊甲边仔人问讲，啥人是阮兄弟咧？你会感觉安怎？玛利亚做老母的，我毋知啦，可能较有吞论啦。这兄弟啊，一定感觉讲，我若出到这个大兄即落型的吼，啊，那遐讲话拢讲迄落天谱的吼。耶稣人甲伊讲，伊的老母来，伊问人讲，啥人是我的老母来？这是真无正常的话，敢毋是？吼，咱真侪人哦，历史上真侪学者哦，用耶稣的话吼，去研究耶稣的精神状态。上出名的就是 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哲，恁知影无？史怀哲吼，伊大生摕到医学博士，了后伊去读神学院，啊，伊摕神学博士，伊神学博士的论文就是吼，研究耶稣的精神状态。这是真趣味的代志。伊研究到尾，伊当然伊用伊的医学的背景，啊，伊的神学的背景，伊对犹太教了，真侪方面讨论。伊的结论是讲，耶稣无，耶稣毋是起笑，耶稣无起笑，感谢上帝吼。不过有真侪人是讲耶稣，因为耶稣讲的话，老实讲，有时互人真袂了解。我想伊的兄弟仔甲伊的老母伫外口听到耶稣讲，问讲啥人是我的兄弟姊妹，我的老母，你敢袂想讲？因感觉讲好佳哉咱无入去，咱入去闹鬼死哦！吼，好佳哉咱无入去。啊，我嘛会当想象，伊听到安尼的时候，伊的兄弟会可能会甲因老母讲：转来，算了，你笑的免阁讲啊啦。你想敢无这个可能？有影呢？当然，耶稣毋是神经失常。我有讲吼，咱住伫离耶稣2000年，这中间关于耶稣的教示，咱听真侪人研究，真侪人讲，咱有这个条件，真好的条件。耶稣的时代无，遐普通人无哦。你若甲伊共迄个时代听伊问这个问题，你会感觉安怎？我会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即摆台湾敢若较无，迄阵啊吼，阮伫教有信耶稣的吼，伫学校足歹生存的，佫是牧师囝足歹生存的，人逐个拢直直甲阮攻击，啊有迄个佛教徒吼，写册伫攻击基督教，因用即句话，因用即个伫讲耶稣不好啦。伫讲耶稣不老，啊，佮吼摕旧约圣经内底一寡阿伯来判迄家庭内底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讲迄圣经吼根本就是黄色小说，安尼甲咱攻击。有人用这伫攻击咱，啊，讲耶稣是不老，无要承认伊的兄弟，无要承认伊的老母。我拄仔讲，咱现代人。有这个条件，离耶稣遐尔远，真侪人甲咱解说，总是咱敢真正知影耶稣问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咱无一定知呢。我今仔日要就我所知，甲咱大家分享，我的答案毋是绝对的正确。咱来参考想，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咱拢知影，家庭的健全对一个社会来讲是真要紧。当你看到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有人会想讲，伊是毋是对家庭的制度提出挑战？咱当然知影毋是啦，
不过我常常在想吼，假使若咱伫写这个故事的马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毋知影恁会安怎写。这耶稣真正问这个问题哦，我要写哦，我要写，我要记起来。我毋知影恁会安怎记啦。我会讲，我可能会安怎记？我会记讲吼，耶稣听到因兄弟甲老母来吼，足欢喜的，出去甲伊的兄弟见面，甲伊的兄弟合，甲伊的老母亲嘴，安尼吼，因老母甲兄弟怎带伊转去？因的家庭足美满啊！我大概会安尼写，我大概会安尼写。我相信真侪人诶，咱知影，咱拢捌读过中庸一辈，咱拢知影，拢会安尼写。总是，这个故事毋是马太写尔，马可嘛写，路加嘛写，所以这个代志，互使徒印象真深。耶稣问这个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哦，你甲听。伊是差不多拒绝甲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见面。搁较惨的是吼，伊问这个问题了，伊记伊的学生讲：遮个才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那恁囝安尼，你会安怎？这真正是真大。咱知影，耶稣毋是无听伊的老母，毋是无听伊的兄弟，伊毋是叫咱否定家庭，嘛毋是叫咱讲毋免孝敬你的爸母，因为咱知影，伊伫十字架顶的时，伊还阁咧关心伊的老母，伊还阁听伊的老母。我相信耶稣的心内一定足艰苦。因为因老母甲兄弟来是安怎来，伊毋是毋知，因连入来都毋入来，伊毋是毋知影因是安怎来，因未了解伊所伫做诶代志，因未了解伊所讲诶话。耶稣一定受足大诶压力。伊伫马太第10章第36节讲一句话，我顶礼拜有讲到。伊讲人会对敌是家己厝内诶人。伊讲到安尼呢，人会对敌。事实伊诶兄弟对伊嘛真无友善啦，所以真无友善。伫约翰第7章第1节到第5节哦，耶稣知影遐法利赛人伫耶路撒冷要杀伊，犹太人的祭仪教，耶稣无爱去，因为遐真危险，伊无爱去。伊的兄弟竟然甲伊讲吼，我读互恁听啦，第7章第1节吼到第5节，耶稣无爱去耶路撒冷，无爱去犹太，伊要去耶路撒冷。伊的兄弟甲耶稣安怎讲？你着离开遮去犹太。互你的门徒嘛，通看你所做的代志。人要出名，袂点点啊做。既然你伫做遮个代志，就去互世间人看。约翰第5节写讲，因为连伊的兄弟都毋信伊。耶稣一定真艰苦。耶稣知影当地耶路撒冷要杀伊，无爱去耶路撒冷。伊的兄弟差不多用甲激的呢，去啊！你要出名就去啊，甲毋知会出名。换一句话用，叫伊去死呢。知影人要甲杀呢，这是偌尼大的压力，这是真不幸的代志啦。事实伫教会历史上，我的老爸都要经验少，伊去信主，阮阿嬷袂了解。阮阿嬷真少年就酒馆，一个囝10几岁开始去信这耶稣教，宜兰的人佫定定念迄句耶稣教，死无人哭，什么有诶无诶念遐。阮阿嬷对伊的外家来压力，甲对伊的迄个伊的阮阿公来这边的压力。
阮老爸是阮阿妈推，差不多去到北海，为着要去教会，总是阮老爸无让步啦。感谢伊无让步。一摆阮阿嬷伫甲拍的时，阮阿姐甲我讲啊，阮老爸当然踢了，伊拢无回手，伊敢若甲阮阿嬷讲，你即马袂了解啦，你后摆你就知，你后摆你就知影我即马做的。感谢上帝，伊的三个囝尾仔拢做牧师，伊家己嘛领洗礼，也这是真侪人经过即款的。有时有时会当了解你的，会当甲你同心的朋友、的教会兄弟姊妹，比有血统的厝里的人较好、较有话讲。耶稣毋是看认伊的老母、伊的兄弟。当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的时，伊是要将咱所在的家庭要扩骨大大，要超过人的血甲肉的关系、的亲属的关系。互上帝家庭超过血统，还是亲属的关系。血比水较厚，咱常常听这句话，这有影。总是耶稣伫遮是要互咱看一个事实，伊家己的经验，信仰同款，意志相款的兄弟听，还是姊妹情，有时是比有血统关系的人更较亲。甲耶稣所问这个问题，完全颠倒变的问题，是今仔日咱读创世纪该问问的问题。该问杀死伊的小弟了后，上帝问伊讲：“恁小弟伫倒？”伊讲：“我毋知。”伊问这句话。我兼是伫顾我的小弟的人嘛，我兼是伫顾我兄弟的人。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你该比较。耶稣问：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该我问讲：我敢是伫顾我兄弟的人上？你有看这两句话无共款无？事实讲问该问的问题咱较好过日，你知影？问耶稣的问题真费气。那问该问的问题，我敢是伫顾我小弟的人是无？过去你毋免烦恼，什么人是你的兄弟，什么人是你姊妹，因拢甲你无关系呢。总是你若问耶稣的问题以后你爱去看什么人是你的兄弟，什么人是你的姊妹，毋然安尼，因为咱信耶稣，因为咱知影耶稣问这个问题，咱爱去进一步去看，这兄弟姊妹伫倒位有需要我帮助无？该问的问题，反映咱现代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我敢是伫顾守我的小弟的人上。对该阮来看，毋是啦，毋是啦，伊比伊的小弟阿伯较勇，所以迄日兄弟仔相杀，伊的小弟死。假使伊的小弟若比伊较勇，迄个死的是阿伯，是该阮的，毋是阿伯呢。这也是咱今仔日的社会，咱的世界的情形，敢毋是？逐人顾家己的地盘，强的食弱的，会当骗就骗，会当摕就摕。所以人甲人的中间，袂当互相信任。我惊你骗，你惊我骗。
小丽无过早起甲我讲，昨伊接到一个 message， 甲伊讲吼，你的物件阮还未甲你寄出去吼，请你敲这个电话来甲我。阮拢毋捌去订物件啦，所以这毋是阮的问题。咱拢知影，迄是诈骗集团的啦。这个人要创啥？要伫你的物件。那一个有订物件、有习惯订物件的人，电话就敲起来啦，敢毋是？这个世界是即款的世界。那我毋是顾我的兄弟的人，我是要骗我的兄弟，要剥削我的兄弟的人。这真正是真悲哀，敢毋是？耶稣的问题，互咱看人甲人的中间有新的关系的可能性。人甲人的中间有可能用三听来代替互相无信任，有可能用互相帮衬、三更白当当，亲像圣经讲的。来代替强的食肉的这款现象，无过是强的食肉的，是强的搬砖弱小的。一般的人伫这个社会，在论迄个你兄我弟吼。有迄结拜啊呢？你甲注意看，大半拢是有利害关系的做基础，大半拢是有利害关系做基础。我有需要你，你有需要我，咱是兄弟。有一日我无需要你，你有需要我，我就会问，我敢是伫顾我兄弟的人少？敢毋是安尼？敢毋是安尼？总是咱用耶稣的问题啊！什么人是我的兄弟？什么人是我的姊妹？来看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时，代志完全无相款的。我会看什么人需要我，迄个人是我的兄弟，迄个人是我的姊妹，毋是利害关系。毋是用强食肉来做代志，我比你较强，我比你较富有。咱的信仰甲咱讲，这是上帝恩典，这是上帝互我的恩典。我爱用这个恩典去亲像耶稣关心遐有需要的人。上帝赏赐咱，互咱有咱的条件，比别人较好的条件，爱咱去帮衬人。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咱拢真软弱，因为上帝，咱出伫贴心，关心遐需要人帮衬的人，问耶稣所问的问题。我捌读到一个故事，是一个我袂记得伊是啥物人，总是我知伊真后翕相啦。伊讲伊有一日去一个牧师的厝吼，朋友的厝，甲迄牧师的朋友伊去因厝哪像是头一遍去的款，伊去的时候，做人客伫遐，牧师知影伊真后翕相，伊去吼。伊有看到伊三个囡仔，牧师有三个囡仔，两个生做真好看，是伫附近的一间大学咧读册。佫一个佫一个看起来20几岁，总是坐伫迄涂骹，伫遐伫算囡仔的土的。伊一个看到知影，即个囡仔是有。身心有问题啦，伊一个看就知，伊看着真艰苦心，
牧师甲牧师娘介绍因的囡仔，嘛介绍迄个，伊感觉真无自在啦，伊毋知要安怎表现啦。牧师娘咧介绍迄个伫遐咧生土的囡仔，因真自然，这是啥？这是什么啊呢？因为伊真后翕相，伊所甲牧师讲，我会使甲恁出甲恁翕相无？牧师讲好啊，伊知伊真后翕相好啊好啊。用你小等下哦，我牧师娘甲牧师讲，你小等下，阮来甲人面创好势吼，来再翕相。伊就当然好啦，去等啦。伊讲吼，因要翕相的时候，因带人面入去房间内底，甲西装创好势，甲带出来，互伊坐伫因的两个夫妇的中。迄两个正常的囡仔吼，徛伫后壁。伊翕迄张相，伊讲，伊当然有一个 copy 互牧师，总是伊讲吼，我毋敢将迄张相摕互别人看，因为迄看起来，即个家庭无完全嘛。老实讲，我无赞成伊的讲法，总是我会了解伊安怎想啦。伊讲伊看到迄个牧师甲牧师娘对待即个囡仔，即个囡仔伫迄个家庭的地位，翕相的时是坐伫伊爸母的中。伊讲伊才学着讲。有听的家庭是啥物款的家庭？搁较含慢的囡仔，搁较智能、搁较低的囡仔，伫爸母的目睭内拢是囝。我想咱做爸母人，咱拢知，无拄爸母拢安尼啦。有的爸母对迄款囡仔无想要顾，这是真悲剧的代志啊！我想这对这拄我讲这个故事，我想这是耶稣在甲咱讲，伊讲这个，伊问这个问题对咱的启示啦。伊爱咱学习，咱是属一个天父，上帝是咱的天父，咱拢是上帝家的一份子。上帝袂当容忍。伊有任何一个囡仔无伫伊的家庭的上的内底，有时你会感觉我家己不配，上帝来听你。甚至有时吼，咱会看，哎哟，咱这个若卖来咱教会，咱教会就无代志，捌就捌安尼无？有啦，咱大家拢捌安尼啦，列位。迄个上帝嘛听伊呢，迄个嘛是上帝的囝。啥人是我的兄弟姊妹，啥人是我的老母。耶稣教咱看你的周围。耶稣讲：凡行我伫天的爸旨的，都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你看，迄是我呢看，毋是我敢是顾阮小弟的是无？凡行上帝旨意的，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因为咱住伫即个世界，我拄好讲，即个世界来去强食足，即个世界，大家拢用利益做迄个标准伫做代志，利害关系伫做代志。咱要学耶稣，即个什么人是看大家看将咱当时的兄弟姊妹拢总看做是兄弟姊妹甲老母。例如，即个世界的人会看咱做痟的，会看咱做痟，亲像因看耶稣做痟的。总是我甲你讲哦，
咱尽量都爱孝，因为这个孝上帝真爱，上帝疼这个孝人。我望咱听耶稣这句话，听耶稣这个问题，咱拢会学耶稣，听人接纳所有行上帝旨意的人，做咱的兄弟姊妹，也互人体验上帝的情。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对阮主耶稣所问的问题，搁一摆来看阮做你的囝儿，你所爱阮做的代志。阮知阮的主伫世间，互人误会真济，总是伊无法怨言，无报复，伊轻佻伫你。阮有时受误会、受冤枉，阮毋甘愿，阮想要报复。主，阮知这是阮的软弱，阮恳求你教示阮三听，互阮毋是用喙若定，互阮真正会学阮的主的款式，看行上帝旨意的人做兄弟姊妹。和爸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